两神兄可是大行僧读书最
你们是到哪里去的？到杭城去读书？哎，我也是到杭城读书去的。小姐好端端在家，你替她做甚？我想，要是小姐能够一同在读书，那就好了。是啊，岂不仁兄母女，仁兄欲说过此。
什么呀？啊，爷娘，你我同沧桑也真，今生我见你儿外恨，只有女子对儿玩。啊，爷娘，你说这儿童为何意？娘兄，你说本长不忠心，为什么要狂来狂去狂过平？大山不比二弯，想起当年真相是真，左江城面边玉庙位，层层叫我办官衣，以为你在下才艺，我就要夜里东里怒气生。下次不可，下次不可。你和云兄这篇文章说的是何啊？梁相公，现在唤你却是欢乐。言语少来，云兄区区就来。想必还有书信来了。是不是要请我们回去呀？何时回去？明天，明天。离家何处一场醉，老不是广东家属才落位，此今与民他归，晚上此心两伤悲。我去送过来。曾见那个春香泪，必须拜托师傅做他妹相公，送来了。师母。回去是啊，放在江湖来行，十有病，才莫说说回去。父亲与病离该回去，应该及时动身。我想兵临先生，明日一早登城，事之甚好，应该你一路要小心了。相公，我给这领章去了。
没有什么，应该师母应该有话就坐下来讲嘛。师母啊，草桥今
辈，可你心生不离是为了何事啊？弟子思念家乡，4年家乡，怎么离家为去呀？师母三辈，我真有一事要问你。师母与我请讲。三辈，来啊。
门当户对，生色不配。女儿要侍奉爹爹，终老一生，为吾岂肯误了儿的情深呢？啊！女儿，我女儿，应然，你。我明白，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莫非一心？你小姐读书上在做了些什么？小姐一心单身无放，既然小弟在杭城读书上在，遇见了为妻238相公，一直隐瞒，营营不离，这把你送别长进。
姐玩。嗯。
3倍。爹爹，应等年底与3倍与结拜之礼，就容你一见。不过你要好言相劝于他，叫他领取所欲。尹心，愿望有请两相归。是。与亲两相公。要好好宽待他，不得怠慢。两兄爷，你们在杭州到手的时候，乃是弟兄相称，如今你是这般帮帮，我还是曾一言的，我连兄，你我杭州到数世纪，我给你们。
到此，一来与神不大人请安，二来想放到你家举妹，举妹，哎，是啊。许配。
三辈便不他君，此就见他一面，生死不悔。我也曾自私在看，怎能因为他马家的分量啊！今日私信一封，情思一缕，就为了各位你们定做相图。
李白，李
我的杂词内花枝光鬓的梦色，两兄爱恨民不忘先。民国花园阴阳两分，叹气有灵，名我四体，闻血归血泪。
我恰是靠近过。
他更衣上轿吧。因为你可怜可怜，我的爸爸老母吧，爹爹去了。
我们大部分都是北京人，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啊，我们都是在职的职工。对吧？我们因为到绍兴，咱们粤剧的故乡，其实也是来接受大家的检验。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学习当中啊，今天也是来学习的。欢迎大家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谢谢。大家的掌声真的是给我们莫大的鼓励也感谢绍兴大剧院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感谢主办方给我们这个机会，希望我们以后多的在此相聚啊。那个，谢谢，我们不知道我们演的怎么样啊？谢谢。哎呀，大家的这个叫好声真是比打的这个强心针还要管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半晚的团啊，就是北京的，谢谢。好的，谢谢。好，谢谢。我们会经常来，我们对绍兴，我们来过，在12年我们就来过，在绍兴大剧院演过广告舞然后上个月我们刚刚在绍兴大剧院演过《卖水桥》，是参加嘉年华的比赛以后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些消息大家来多给我们捧个场啊，谢谢。